后来，这个史上第一届的议制协调即卖正在进行。立法院长韩国瑜是5院当中唯一一个在野党。学者来分析，可能会面临到绝对是艰难的处境。国民党的立委讲，确实是会担心，而且开这种会对哪里和解完全无帮助。民进党的立委来反击，讲在野党的立委唔免伫遐唱衰、洗脑、带风向。人指右手宣读誓词。考试院院长周鸿宪甲新任的行政官员伫咧总统府内举正手宣誓就职，总统赖清德亲身见证，行政院长杜英泰嘛在场，那3个人伫咧今仔日下晡搁要见面，促成5国史上头一届的议制协调要来敲一个。向监视人鞠躬。握手的时讲有讲有笑，不过会上时的气氛敢袂当搁遮轻松。总统府方面，赖清德、副总统萧美琴、有秘书长潘明安拢会出席。行政院是院长杜英泰，共有郑丽君到场。立院是正副院长韩国瑜，有江启臣做回来。司法院是代理院长来拍头阵。考试院是打上任的正副院长，那监察院是副院长李鸿钧甲秘书长李俊逸。不过立院是唯一的在野代表，学者分析。韩国瑜恐惊面对前院对4院的困境。除了立法院之外，其他人基本上都是由民进党掌握，担忧一定有的。但我们同时也相信韩国瑜院长基本上经验老道了。要对韩国瑜院长有信心，各院之间的院长层级，大家都能够展现智慧，大家都有非常高的这个政治的高度。朝野立委做伙话话讲，相信韩院长，不过大把面的行动也搁在进行。朝野的冲突，敢会当透过议制协调来和平解决，也不会是一次的所谓的院际共商国事可以解决的。但我个人对于这样子的时间点，这样子的一个安排，我个人是比较悲观的，我不会抱什么太大的期待。过去要求总统来院际协调的也是国民党，为什么拿来说嘴或是要唱衰也是国民党人？赖清德启动历史上头一届的议制协调，主题聚焦伫咧总预算，敢会当达成实际效果，全民拢在看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